最近一部超夯日剧《3年 A 班》，从此刻起，大家都是我的人质。10日播出大结局，校园虐心又悬疑的剧情，让日本网友陷入疯狂讨论状态。晚间剧组宣布特别篇彩蛋改在平台播出，没想到太多人前去朝圣，造成平台大当机。日剧3年 A 班，从此刻起，大家都是我的人质。做什么事会伤到对方，自己受到什么对待会受伤。我不希望你们成为这样。在高3毕业前10天，一名女同学疑似服用兴奋剂轻生。由菅田将晖饰演的3年 A 班班导师，用炸弹绑架剩下的29位同学，要找出班上女同学轻生的真相。日剧3年 A 班，从此刻起，大家都是我的人质。我说不定交到真正的朋友了。我一点也不坚强，都是我害的。英雄怎么可以变成犯罪的帮凶？日剧3年 A 班，从此刻起，大家都是我的人质。剧情涉及校园暴力以及同儕之间的舆论攻击，每一集内容代表这些学生过的一天。到3月10号播出大结局，正好也是剧中的毕业日期，剧情紧凑让不少日本网友准时锁定。没想到完结篇后，剧组公布会在上释出彩蛋，让剧迷全都同时间涌入网页，造成大当机。网友纷纷上传黑画面截图哀嚎，要平台加油啊，快恢复正常吧！成为近年来少见的现象。日本影音平台 Hulu 也紧急发文道歉。日星菅田将晖，我很想演看老师，因为以前都是演学生，这些谜团都会随着我的授课一一解开。这部校园悬疑剧是菅田将晖首度挑战教师角色。他曾在2018年勇夺日本电影金像奖，是影坛第2年轻的影帝。这次凭着精湛演技诠释疯狂班导师诡异的绑架行动和暗藏悲痛的理由，更是积极逼哭观众。出人意料的进展，深深虏获年轻观众的心。